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讲教会即个系列的信息的时，咱有讲过教会亲像心灵的病院，亲像有听的家庭，亲像见证的团体，亲像信仰的学校。咱顶回咧分享信仰学校的最后一讲的时阵，讲毋通旷课。后来我有发现，讲了第二礼拜，咱人数改像有淡薄增加吼，所以应该爱去继续讲落吼。所以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吼，咱来到学校上课，但是上课的时阵若无专心，嘛无路用。所以牧师要开始另外关于教会系列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荣耀的圣殿。因为教会是荣耀的圣殿，是咱敬拜上帝的所在。咱来到这，就是要透过敬拜，甲上帝有亲密的沟通，同时将咱的心灵表露出来，然后领受上帝予咱的祝福。所以今日咱来到圣殿中间，咱一定要准备好咱本身来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祝福。主，这是阮要静静来听候你亲自对阮讲话，毋茫透过所传讲的信息，去一遍调整阮的生命。阮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叫做荣耀的圣殿。今日的经文一开始，甲咱讲，咱是仰望上帝的圣殿，亲像上帝讲，我要甲我的子民同住，我要伫因中间往来，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咱看见着保罗用安尼咧形容教会，形容你甲我。伊讲咱就是我甲你，咱拢是教会，拢是上帝的圣殿。所以上帝的圣殿毋是一个建筑物，上帝的圣殿就是你甲我。咱爱互上帝住伫咱内面。上帝讲要住伫咱内面，伫咱中间甲咱往来，伊要做咱的上帝，咱要做伊的百姓。所以上帝咱提醒讲，你要清气圣殿啊，爱将你心肝所有上帝无欢喜的事来清掉，然后互上帝踮伫咱内底，然后上帝阁互咱一个更较大的应允。伊讲：我要做恁的老爸，恁要做我的囝儿甲查某囝。咱若一旦互上帝踮伫咱的内面，咱就甲伊结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像老爸甲囝儿查某囝同款，迄款真亲密的关系。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所以上帝呼召咱才做教会，咱每一项拢是上帝的圣殿。互上帝踮伫咱的内面，咱来清起咱的心肝，互上帝神会当内住伫咱心中。那对整体的咱教会的角度来看，教会就是一个荣耀的圣殿。荣耀圣殿有真侪重要的特性，咱要分做几个礼拜来学习。其实咱这几礼拜要学习的、要分享的信息。牧师过去至少拢有甲大家分享过，但是咱有时若久无讲，就会袂记住，所以嘛是爱去提醒一下，去重新复习一下。今日咱首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咱有时咧礼拜的时阵咱无法度完全的专一的。有时阵，我毋知你甲牧师有相款，
我想毋是我家己一个人的经验尔。有时阵咱礼拜的时阵吼，突然间走神去吼。咱知影礼拜本来就是讲咱的神伫敬拜上帝的时阵，甲上帝相拄对无？甲上帝亲近。但是有时阵咱伫礼拜中间吼，身份毋知走去倒位，毋知上去倒位，吼。这就是咱爱面对的问题。比如讲若有时公道的时阵，祈祷的人较长淡薄啊。咱有时就想去别位，一直到伊讲咱同齐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咱的神阁转来，吼，有诶都无转来，吼，所以咱来做伙来面对这个问题。咱知影，咱有时阵咧看电视的时阵吼，即马电视拢做进步嘛，吼，咱过去。当电视发明的时阵，拢爱去转对无？后来有遥控器吼，选台器，咱会当利用这选台器去选择咱的节目，咱若看到这无介意的节目，咱会转掉，看到节目内底出现咱无介意的人，咱就来转掉，用这个选台器来选择咱无介意的物件，但是有时阵。咱来明白一点吼，就是讲吼，魔鬼撒旦吼，伫咱每一个人身躯嘛装一个遥控器、选台器。伫咱聚会敬拜的时阵吼，无说离咱就发生作用。有时阵吼，咱伫礼拜中间，煞袂记咱咧敬拜，心神就毋知走去倒位。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讲道学的老师老阮讲吼，讲讲道的属灵真重要。伊讲吼，根据伊的了解吼，大多数的信徒吼，伫听属灵的时阵，就决定伊有要继续听落去。所以吼，这讲道嘛是一门学问啦吼。但是讲道的人爱准备好势，听讲道的人、听信息的人嘛爱准备好势。因为咱知影这选台器真可怕，伊若不时的作用，我拄则讲有时转出去佫会转转来，咱有时就一去不回，所以咱真正爱重视这个问题。若无咱的敬拜就去被破坏，毋敢若上帝无欢喜，咱家己嘛无法度对这敬拜中间去领受祝福。所以，首先，咱先来了解一件代志，就是当时这个转台器，这选台器伊的作用，是咱的转台因素啦，身份的走去的因素。牧师要分做3个部分，甲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是咱肉体因素。肉体因素会影响咱敬拜，譬如讲，咱来理解亚神，有时咱也真忝，虽然耶稣讲劳苦担重担的人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但是毋是每一遍咱礼拜时阵拢爱家己的肉体拢比较真亚神才来敬拜。我因过甲咧辅导大专学生的时阵。常常有机会甲学生做伙出去生活营，阮咧出去生活营拢是住迄个通铺嘛，大家拢住做伙。住通铺的时阵有的人换这环境就困了袂好势，甚至有人讲迄时钟因为迄山顶伊讲野地拢足安静的嘛，迄时钟伫遐哒哒哒哒，伊就讲吵较困袂去，佫。过差不多，大概困了差不多10分钟了就开始有人伫遐发出声音对无有人唱贝斯的，有人唱天籟的就安尼规间拢有声音哇！这声就有人佫愈啊困袂去。我伤吵，牧师这伤吵，我昨暝拢困袂去。结果第二天咧礼拜时阵，迄个牧师讲话足大声，伊嘛拢困去
那上帝赐安眠啊！我咧观察吼，咱咧教会礼拜时阵吼，真正有困去的较少。迄是古早吼，咱咧上课时阵若困去就拄久的吼，老师拢会阮轻分别对无？我拄则听慧君老师讲，即摆若轻分别会去互投诉。啊，我遮嘛无分别，有杯仔尔。哦，啊，但是咱大多数哦，真正我看到讲真正有拄久的足少啦吼，所以即点真好吼，大家一定要准备心吼。准备心毋是讲咱礼拜来时较准备心的，前一暗都要准备心啊。哦，咱前一暗就知影讲咱第二天要礼拜，所以咱拜六暗时咱就较早休困，互咱有精神好的精神来到教会礼拜。啊，第二项就是软弱，哦，肉体软弱，当然咱若破病啊，咱就较无迄个精神通礼拜，啊，这是无法度，这不可抗力。但是有时阵吼，咱是因为一寡家己个人的因素，比如讲有人困了较晚，无食早顿，吼，啊无食早顿的时阵吼，咱礼拜到一半就腹肚就枵啊对无？啊，等下就想讲，啊，等下12点得要到啊，吼，等下要来食啥物货，吼，啊，所以有人就开始计划讲，啊，牧师今日还讲遐久，我等下要去食啥物货，吼。啊，就开始计划，啊，心情就走去啊！吼，你们若阵牧师咧讲笑呢？咁这腹肚枵来影响敬拜。你看，耶稣伫旷野，耶稣要出来传道进行伫旷野祈祷40天，禁食祈祷对无？魔鬼对伊的第一个试探是啥物？叫伊将石头变饼对无？表示讲，迄肉体有血、肉体软弱有血是真大。我有一遍，我顶回我大家讲，我去韩国，做是参加一个演习会，有7天的时间伫遐，啊，大会有安排真侪不共款的节目，啊，伊是人鼓励讲吼，阮虽然无安排迄禁食祈祷的时间但是你嘛会当家己操练一下。啊，我就想讲，伫台湾。都无即款操练，所以我就想讲，啊，无来操练一下吼。特别迄韩国的物件，我都无爱食，吼，佮咸佮咸吼，我无啥爱食啦，吼。我就答阮当期的即个牧师讲，安尼我今日中昼我要禁食祈祷，吼。因为韩国拢有，伊祈祷山内底拢有迄个祈祷洞，吼，一间一间细间啊房间吼，互你入内底祈祷。我讲我中昼要来祈祷，禁食祈祷。结果无想到迄天中昼加菜，我看逐个人拢捧迄一盘吼，一人一碗迄个林松鸡啊，一只哦，一只毋是半只尔，一只。我看一个讲，哇奇怪啊，选毋着伊，选即顿。啊，是无法度，迄个人讲了，佮上帝约束好啊！我就想讲，安尼好，看伫这现场无法度祈祷，我来迄祈祷洞内底祈祷好啊。但是吼，你毋知偌恐怖，迄只林松鸡对我入面呢。我来祈祷的时阵，一直浮出来，一直浮出来，一直浮出来。实在是肉体软弱，实在是真可怕。所以牧师考劝大家，下早食好饱，较来礼拜，心思意念拢专心伫礼拜中间，这是第一项肉体的因素。第二项情绪，情绪的因素，情绪嘛影响咱礼拜，而且影响佫真大。咱有时带咱的忧闷、烦恼。来礼拜，你毋知忧闷烦恼，互咱袂当专心来礼拜。有人咧礼拜时，佫伫遐烦恼东烦恼西，烦恼明仔载要开会要安怎？烦恼明仔载佫要面对什么款的挑战？烦恼工作要安怎？所以有真侪烦恼。牧师毋是讲咱拢毋通为着这
实际咱的家庭的经济需要要发展，家己的工作来烦恼，毋是安尼。是讲咱毋通将迄个烦恼带入来礼拜中间，因为礼拜中间你来当专一心志，自然你会当领受对上帝遐来的智慧甲快乐，互咱有迄个能力去面对咱每一礼拜、每一工中间所拄着的挑战。所以，这个时刻你就是爱专心嘛，专心才会当领受。啊，你若吼心中真侪烦恼的时阵吼，操烦的时阵，你就无法度领受上帝的话，无法度专心得到这个祝福嘛。啊，无得到这个力量，你没有气力去面对这个困境。所以过头烦恼嘛袂使。有人过头批判，有人是带着过度的批判吼。我批判是会使，但是毋通过度批判。来敬拜，这种人真容易互家己的态度干扰。我过去嘛有一站吼，会陷入即款的问题。我当去读神学院的时阵，小可学一寡神学，若阵家己真熬，若阵家己对神学真了解，其实吼，若讲一直到即马，我嘛真心了解，讲神学若亲像大海遐尼宽吼，我呢捌一汤匙仔的水尔，捌了真少啦过去过头骄傲，家己对圣诗诗歌有一寡兴趣，有一寡研究，就家己感觉讲真了解，每一遍做礼拜，都拢带着批判的心态，感觉讲这牧师这条圣诗选了无好。这个牧师安尼讲，表达无好，我就伫遐批判，讲这实在是一个失败的礼拜。结果我尾仔发觉讲，迄场礼拜上界大失败就是我，因为根本都无什么礼拜嘛。虽然我讲过，带领礼拜的人爱真用心准备，圣歌队爱好好操练，咱选圣诗爱好好选，牧师讲道爱好好准备。互大家会当透过信息来感动、来改变、来更新。但是，咱若带着这种批判的态度，就无法度，也是讲过头注意一寡细节，咱就无法度专心敬拜。这就是咱来调整的。就是情绪无稳定，可能要出门的时阵，拄啊甲人冤家。是讲来到教会拄着无欢喜、甲伊冲突的人，心肝受到影响，情绪受到影响，就无法度专心礼拜。请大家注意，这拢是魔鬼的诡计，咱一定要细腻，毋通受到咱的情绪来控制。反倒咱爱家己控制咱的情绪，专心来礼拜。第三项是心灵的因素，心灵的因素嘛是属灵的试探。第一项就是敬虔不足，有的人来礼拜无怀着迄个敬虔的心。咱知影礼拜是来朝见上帝，有人用这种清清菜菜的态度，反正我都有来礼拜就会使啊。咱来想看卖，咱来去朝见一个。要见一个咱感觉较尊重的人物，咱拢嘛会准备好家己。我记我有一遍台南阮的教会内底要办一个活动就邀请到迄个李远哲教授甲高俊明牧师因要共同对谈来讲一个主题然后。甲有人载因两个去见迄个基美的董事长柯文良，我就接到这任务，就是讲我爱负责派车去南载，载了个载因去基美，迄阵博物馆呾未起好，呾要起好，我载因去遐。所以阮接到这任务，感觉真慎重所以我就去招一个迄个教会长老，
啊，伊的车较好吼，啊，我来去借一台较好的车吼，要去接这个工事吼。啊，迄工吼，我著看阮的着了，哇，穿衫无共款啦，吼，平常时拢穿短裤甲迄个衬衫吼。我今日迄工佫穿西装啊，啊，尾工我嘛穿西装，阮两个看起来那真有随父的吼，吼，啊，著开阮的车，车拢洗甲清气吼，啊，开车去载了佫再去基美博物馆，吼，我到尾完成任务，阮两个人做欢喜的吼。咱想看觅，阮两个人要去见这是普通的人啦，吼，平凡的人尔，拢遐尼心重，何况咱是要来敬拜这至尊至大的上帝，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用什么款的敬虔？所以吼，敬虔不足，这些也是咱敬拜无法度专心的一个原因。个另外就是信心不足，失去信心。咱生活中间有时会拄到一寡试炼，互咱因为一寡人、代志、事物陷入绝望。当咱绝望的时候，会陷入一种危机，就是讲咱会对上帝失去信心。一旦咱带着这款的心志来敬拜的时阵，咱可能会对上帝产生怀疑。咱会感觉讲，圣经的真理敢真正会当帮助我？牧师所讲的信息敢真正是真的？我家己想要过我家己的生活，我敢会需要受到这代志束缚？一旦这款的怀疑产生吼，咱的敬拜就无效果。所以我以上所讲的，这拢是会互咱心神走无去转大的因素，是魔鬼的诡计，互咱无法度专一去敬拜上帝。所以咱一定要对付伊。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第二段的经文，甲大家来用3种方法，互咱的心会当专一落来。咱今日是初步。甲大家讲一个概论，过来会个来讲较深入的吼。首先第一项，就是咱来培养咱较无的心啦。拄则咱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诗篇42篇，42篇吼，这是互咱参与敬拜人一个真好的典范。因为做事的人一开始讲，上帝啊，我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这首诗有一个背景，就是做这首诗的作者，伊是一个真可怜，被环境所迫害，伊流亡伫迄门岭甲米沙山的一个人所写。因为伊流亡伫迄个所在。伊受到环境所逼，伊无法度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毋干那安尼哦，伊的四周围佫真侪对着你来踢笑，讲你的上帝毋知走去倒位？你无上帝，你上帝无咧插你啊啦！你根本都无法度去圣殿敬拜伊。所以伊就写即首诗歌，伊讲：上帝啊，我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你看，伊心肝足想要去圣殿内底敬拜上帝，但是被环境所逼，伊无法度，所以伊种较无上帝的心吼，互伊感觉讲，那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一只鹿伫迄个旷野顶面跑走，走足久，用足喙焦。找袂到迄个清凉的溪水通啉，所以伊较无迄个清凉的溪水通啉。大家毋知有迄个喙焦的经验。牧师自从迄个放疗了后，就喙烂就无法度分泌吼，所以不时拢喙焦，所以有时感觉一半头爱啉水。但是互我印象上深的物事。我喙焦的经验一个印象上深的就是我去成功岭受训。
哦，天气实在足热。成功岭有一个应该是尾期的时阵，有一个训练，就是讲，我来行军对迄个成功岭行到东海大学，哦，迄阵大家拢行啊真艰苦吼，啊天气足热的，无休困的时阵拢袂当啉水嘛，吼，就爱一直行，啊行吼，我心中就想要用我的意志，用我的幻想吼，来克服这个困难吼。我就伫遐想讲吼，若互我放假的时阵吼，我一定要找一个迄个浴桶吼，拢来底冷水，甲来放冰角，我拢泡伫内底吼，我去买一箱饮料吼，我拢爱放伫边仔啉吼，我一定要好好享受吼。哇！啊，迄时足喙焦、足艰苦的时阵，就伫遐幻想，啊，亲像这落切心无溪水同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来见上帝吼，咱教怀着一个，因为咱经过一礼拜，迄种拄着面临着真侪困难挑战，咱的心灵已经可能孤单。足需要迄个圣神的帮助，足需要上帝话的咱滋润，互咱会当止喙焦，伫咱灵性的顶面的喙焦会当止掉的。所以咱靠用种较无的心，赶紧要来见上帝，迄款较无的心。所以咱来圣殿敬拜主，咱着爱培养咱迄个较无的心嘛。茫讲。伫遮会当得到上帝，互咱摇我喙焦的心灵会当止着止喙焦，有迄款的心志。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爱去读一寡教了。伫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的第5节，当然11节有啦，拢重复。伊讲。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这个和合本翻译做忧闷咱翻译做郁卒其实伊这字的意思就是讲波浪伫遐咧加滚，意思是讲咱的心若波浪伫遐咧加滚，有时阵咱来到教会。进入圣殿的时阵咱心遐个浮浮啊，咱像有波浪伫遐加滚，互咱无法度专心。所以牧师一直大家讲，咱一定爱提早来到教会。自从我来到双年教会了，我拢要求所有讲道的牧师伫咱礼拜开始前10分钟，就爱带大家做安静心的祈祷。大家做伙来参加这个祈祷。然后，竖琴就奏乐，咱就伫这音乐下面安静咱的心，互咱迄个加滚，亲像波浪加滚的心，会当平静落来。一旦平静落来的时阵，咱就比较较容易专注伫敬拜中间。所以咱礼拜前先来教会祈祷，先来。安静伫上帝面前，准备好咱家己。最后，伫整个礼拜中间，咱一定爱做一件代志，就是爱注心伫上帝顶面。就是讲，咱所有的专注的焦点，就是爱放伫上帝顶面。圣经会作者讲，应当仰望上帝。仰望是啥物意思？仰望就是讲，一个咧比赛的人。咱知影咧短跑的人伊无咧看咧头前几步的路的，伊是看迄个终点，看迄个终点，然后照迄个终点，我就是要往迄个终点尽力来跑走去。所以伊的眼神、伊的焦点拢是放伫迄个上界路尾迄个终点的所在。咱来到圣殿敬拜，咱焦点是放伫啥物？专注放伫上帝。咱可能看到真侪物件啦，看到真侪物件，特别有真侪人拢注意牧师今日头毛有翘翘无？
有偌好好无？迄互阮无需要注意就好，恁毋免注意吼。恁专心注意上帝，专心注意啥物？专心注意上帝的话。互咱专心注意上帝的话，安尼咱才会当一句一句听入咱的心内，咱就会当得到快乐，得到改变。啊，所以今仔牧师对头到尾所讲的，你有专心听无？有吼。咱是开始讲会影响咱转达的三种原因：肉体、情绪的、心灵的，对无？然后搁大家讲，咱要安怎专心？爱较无，爱除掉烦恼，爱定睛于神。好，那安尼慢慢，咱每一遍敬拜的时阵，就真正会当专心去敬拜上帝，领受上帝互咱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调整阮。求主，互阮会当用较无的心情来敬拜你。阮排除一切忧闷烦恼，搅了阮的代志，互阮会当注心伫你的话，注心伫你的恩典。阮透过礼拜，将荣耀归互你，来领受对你遐来的祝福。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